大家好，我係 Leon， 今日教大家整水上板滑蛋炒虎蝦，每隻蝦切3份，令蛋汁完美包裹，口感更上一層樓。首先將虎蝦剝殼去腸，開背，先落少少鹽、胡椒同生粉攪勻，最後先落油鎖住水分，醃15分鐘就最爽口啦。熱鍋下油，將去殼虎蝦煎到8成熟就盛起，咁樣可以保持蝦肉彈牙。秘訣1：將蝦仁每隻切成3份，咁樣做係為咗等陣啲蛋可以完美包裹晒全部蝦粒。秘訣2：蛋液加點生粉水同水能保持嫩滑，幾滴魚露瞬間提鮮，拌勻就得，唔好打起泡。秘訣3：油要夠，油溫高但火力少。倒入蛋液後，輕輕由外向內推，做出層次感。過火就唔滑啦。呢個時候倒入蝦粒同蔥花，轉2圈即刻熄火。利用餘溫等蛋汁完美包裹每一粒蝦仁。睇下，蛋汁完全包裹住蝦粒，呢種色澤同口感真係無敵。快啲試下啦，我哋下集見。